对不起，涵涵，我真的没有想到颁奖典礼那天你会那么做。我想，换作是别人的话，一定被你的举动感动哭了。但是我不能骗你，更不能骗自己，因为你心里还放不下李俊泰。我放不下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，无论我跟李俊泰是不是在一起，我希望我们的友情能长久。毕竟你是我信任的朋友之一，我不想因为那件事尴尬，连朋友都做不了。你是个好男人，你以后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的。哎，现在进入你给我发好人卡的环节了是吗？能不能少一点套路啊？我没有套路，我可真诚了，真的挺好。哎，那我这么好，假如你在遇到李俊泰之前先遇到我，会不会喜欢我呀？可是没有假如。唉，对不起啊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？你又没做错什么，只是你没发现我的优点，没有喜欢上我而已。唉，算了，李俊泰回国之后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肯定能重修于好的。毕竟他那么爱你，远赴美国就是为了让你和超星解约，换回你的自由。要是换作是我的话，我都不一定能不能做到呢。你说什么？他去美国是为了帮我跟超星解约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那你们怎么和好的？对不起。李俊泰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哥，今天在会议上有几个问题我还没说清楚你就走了，所以我这次过来特地补充几点。如今 VR 大势所趋，所以我特地把资料带过来了，你要不先看看？您所说的项目，我1年前早就知道了，我只是不想冒险而已。怎么，你想拿我们超能集团的项目做你的实验？亏了算谁的？如果连这点冒险精神都没有的话，那超能集团岂不是……超能集团的事不用你瞎操心。李俊泰先生，我想请你找准你的位置。你现在隶属于威尔斯集团，跟我们超能集团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哥，我真的是无异于违背诺言。我此次回国真的是公干，我保证这个项目完成之后立马回美国。我希望你能够放下私人恩怨，好好考虑考虑。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，你做出的所有事情都让我意想不到。李俊泰，你已经辜负了我对你的所有信任，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哥，你是指我和何静文之间的事？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清白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追到美国去。清白的？你真好意思说呀？你跟何静文那点丑事，还用拿出证据吗？怎么，心虚了是吧？哥，这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那你觉得这事是伪造的吗？李明哲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竟然找人跟踪我！何静文，你是我的太太，我是你先生，我保护你安全有问题吗？你保护我的安全，那你应该知道我在美国被人绑架的事吧？你作为丈夫无动于衷，要不是俊泰拼了命的救我，我这条命早就没了。这也许就是你想要看的结果吧。我想要的结果就是你们俩的丑闻不被媒体曝光。你应该庆幸这些照片是我先发现的，否则你早就身败名裂了。你应该感谢是我保护了你的名誉。我们两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集团的股票不会因此下跌而已。
这些照片有本事你就捅给媒体。我承认，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，照片也都是真的，大不了我们公布离婚。何静文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不用管我。那我马上让我的律师给你爸发律师函。你们别吵了，你闭嘴！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我跟静文之间是清白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跟韩星子订婚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跟韩星子走。别乱碰我东西！干嘛那么小气啊？来，好好哥，我们喝一杯。我没心情陪你喝，自己喝吧。哎，就是求婚失败了嘛，这不丢人。你呀，不应该总把心放在一些无心的人身上，你应该珍惜眼前人。哼。谁是眼前的人啊？说呢？哎呀，汪寒月，你不用拐弯抹角的，你不就想拿我当翘板扫捷径吗？你要真想混出个名堂来，就得凭自己的本事，别老想着巴结这个巴结那个，抱谁的大腿。现在女孩怎么都这样啊？有没有节操啊？是，我是没节操。你看我怎么不是？但是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些年受了什么。我爸爸他们不是妈妈在做一些小生意，全家人所有的重担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。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？我只不过想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，我想多给自己一点利益，难道错了吗？这就是没有尊严了吗？这就是抱大腿了吗？是。你是不容易，但比你困难的人多了去了。就比如说韩星子吧，你看他一个人咬牙努力坚持下来，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你什么时候看过他巴结这个巴结那个了？王寒月，朋友一场，我给你几句忠告：女孩子一定要自爱，要懂得尊严。韩星子在你眼里怎样都是好，怎样都是有尊严。我在你眼里怎样都是不好。但是何华浩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才会坐在这里跟你说这些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不够好，那我想问你，我这样的女孩子难道就没有爱你的权利吗？你还真没有喜欢我的权利，因为你的喜欢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。王月，别再纠缠我了，不要再这么执迷不悟我了。你这样下去啊，只会毁了你自己，没人会可怜你的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记住你今天伤我的心，总有一天我会后悔。等很久了吧？为什么你总自作主张？啊？哎！因为我做那么大牺牲，我都不知道。啊？牺牲？什么牺牲啊？你是不是为了帮我解约，然后答应你哥所有的要求去美国了？
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不回来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对我来说，最好的感情不是一方默默付出，另一方就坐享其成了，而是两个人要并肩战斗才行。你知不知道？先别哭了，啊！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我去美国真的就是创业啊！创业干嘛还要？对，那你跟你哥谈判的怎么样了？不太乐观。那你是不是还要回美国呀？我不让你再回去了。好了，那个我说过，不管我们以后在哪里，我们都不分开。反正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回去了，打死也不让你再回去了。好，别哭。请你管好自己的女儿，别让她做得太过火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彼此都很难收场。而且，她主动向我提出离婚了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你这是以女婿的身份跟我说话，还是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发号施令呢？这有任何区别吗？于公，这种丑闻对我们集团的股价和声誉有非常大的影响。于此，她作为我的妻子，明目张胆地给我戴绿帽子，让我非常失望。你作为父亲，脸上也没有光彩吧？岳父大人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看着办吧。你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不守妇道的事情呢？谁不守妇道了？本身我就不愿意嫁给他，是你逼我的。如果我不嫁给他，也没有妇道之词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那李俊泰到底有什么好？你非得抓着他不放，那么多小鲜肉追你，你就不能换个人喜欢吗？那我妈走了以后，你怎么不能换个人喜欢呢？这是两码事。喜欢一个人根本没办法改变的，是挺多优秀的男的，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呀。不喜欢，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喜欢的事儿啊？你从小还不喜欢演戏呢，现在怎么样？不也是超级明星吗？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所有的人生都是你给我规划好的，所以我不再愿意做你的提线木偶了。别的我都可以让步，但是感情的事情我不想再让步了。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，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得意什么呀？你更是个不争气的东西。哎，我怎么了我？别把希望往我身上撒啊！你还有脸问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到底动用了多少家里的资源去大闹颁奖典礼？我听说还怎么着？现场求婚被拒绝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已经成了人家的笑柄了，你把我们何家的脸全丢尽了。爸，说话要讲依据的。我那是被拒绝了吗？要不是半路杀出来一个李俊泰，那韩星子现在都是您儿媳妇了。少废话！你怎么跟你姐是一个模子？你就非喜欢那个韩星子？她有什么好啊？你也不能换个人喜欢吗？爸，刚才我姐都说了，我妈走了之后，您换过喜欢的人吗？咱们何家的基因就是痴情加专一，我们遗传的好，不行啊？痴情加专一，好啊，你和你姐都教训我，明天我就给你们娶个后妈回来。哎，你这次来又耍什么小伎俩？雷总，您可不能这么说。
上次 U 盘的事儿，我可还记着呢。雷总，上次的事情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韩月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我吧。你别总说您的，把我都叫老了。那我不是尊敬您吗？来，雷总，我敬您一杯。来。我能有今天呀，多亏雷总的帮助。哪里？哎，对了，你家里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上次多亏了雷总，给我预支了一笔片酬，才让家里顺利渡过难关的。咱们这批练习生里面，除了韩星子以外，就说你们家境最困难。也可以说啊，你是你们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了。雷总真会取笑我，还金凤凰呢。人家韩星子有李俊泰、何华浩2个男神的护驾，天不怕地不怕的。何静文呢，出生家境条件就好，我呢，什么都没有，在上海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无依无靠，什么都得靠自己。干这一行啊，得慢慢来，急不得。雷总，您知道吗？我特别佩服您，佩服您的淡定从容。来，我再敬您一杯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来。其实啊，我只是做了顺水人情而已，还是因为你聪明。我觉得何静文也很聪明啊，但是聪明人又有什么用呢？在这个圈子里面，情商更重要吧？您说呢，雷总？哼哼，你知道这么多练习生里面，我为什么格外关注你吗？说实话，从雷总第一次找我办事儿开始，我就一直很奇怪，您为什么会选我？不过我知道一个宗旨，就是听您的话准没错。韩月呀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一个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，而且会为了这个目标付出一切，又不像高曼林那样对所有的事情都毫无原则。我相信你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一定会飞黄腾达的。那就借雷总吉言，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忘了您的，敬您一杯。来。喂，静雯姐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必须马上给我查清楚韩星子经纪人到底是谁。哦，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去查。快！他还是要回美国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最好想好告诉我啊，留下他，还是跟他走？我就当你的回答是留下他了。如何留住一个男人？想要留住一个男人，可以从权势、财产等方面彻底压制他。从不从？我不从。从不从？不从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从不从？不从。用责任感和道德舆论压力逼他就范。人家已经有你的骨肉了，你看着办吧。你什么时候有的？我们就
就没有。你这个臭小子，都是你把我女儿害成这个样子的！大家替我女儿评评理呀！替我女儿评评理呀！评评理呀！假的！你敢骗我是吧？我跟你一刀两断！不行，什么破办法呀？能不能有点靠谱的？做你自己，再找一个爱你的人，还什么真爱你的，不用你去担心这个问题。什么回答呀？这个好。吃饱的狼不吃羊，适当的拒绝是提升对方欲望的心理战术。女人一定要矜持，对付男人要若即若离，欲擒故纵，男人才会主动上钩。比如当他打电话时，千万不要立即接起，以前接得太快了，这样显得你好像期待已久，男人就会感觉太容易成功，对你越来越索然无味。对。不能接。10、9、8、7、4、3、2。哎，怎么挂了？李俊泰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？给我打电话多等1秒不行吗？讨厌，不等1秒会死啊！拨回去算主动吗？应该不算，算吧。不行，还是等着吧。啊，还不到。喂，星子。喂，怎么不说话啊？喂。星子啊，吃早餐啦！什么破欲擒故纵，根本不管用。妈，我先走了啊，还要赶通告呢。哎，吃完早餐再走啊？不吃了，来不及了。哎呦，那你记得叫凯文给你买面包啊！这早上千万不能空腹，一定要吃东西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知道啦，走了，小心点啊，拜拜。妈，你记得吃药啊。来，我呢做个题，咱们老哥几个呢敬俊泰一杯，就当是给他接风洗尘了啊！别，各位叔叔伯伯，你们都是我的长辈，理应这杯酒我先干为敬，敬你们。看看人家的俊泰，这才是真正的明事理，懂得长幼卑尊，不像那姓李的。老刘，俊泰啊，你现在出息了，钱叔呢是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。我跟着你爷爷打了大半辈子的江山，本来以为
还要继续辅佐你们哥俩。可我没想到，你却选择放弃了家业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你靠自己的本事，重新打出了一片天。我们老哥几个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也就放心了。哎，老董事长泉下有知，也会为此而高兴的。爷爷当年一手创立了超能，把它发展成了国内的行业巨企，而且威风八面的活了一辈子。我只是希望，将来我能不辱没他的名声。景泰呀，那次会议上你提的那个VR电影计划，我回去略微做了点了解。我孙子还特意买了套 VR 眼镜，让我看了一些短片和游戏。我是老了，玩不动了。可你们年轻人不一样啊，那可真是个很稀奇的玩意儿，说不定它将来会引领影视业的风潮。王伯伯，您真的这么认为啊？太好了。就是看得太久了，头有点晕。头晕是很正常的。现在这个阶段，我就是要突破技术上的这个瓶颈。上次听俊泰那么一介绍，感觉这个 VR 电影的确是个好东西啊，是大趋势啊。从商业角度来讲 ，VR 电影的市场前途是非常广泛的。虽然先期的投资会大一点，但是，一旦拍成了中国首部的 VR 电影，这收益啊，可是非常高的。我觉得值得冒险试一试。但是呢，上一次董事长的态度，你们也看到了，不好办的。这李明哲啊，凭什么搞一人爱谈啊？看见没有，大家啊，他现在拿我杀鸡儆猴呢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如果当初把集团的大业交到俊泰手里面，这情形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。各位叔叔伯伯，我哥一直为集团鞠躬尽瘁，相比他，我差太远了。我看大家呢说话要冷静客观一点啊，别的咱就不用多说了。要我说呢，咱们最好公事公办，联名做个提案，在董事会上向董事长联名推荐俊泰这个方案，再给他争取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支持。好，谢谢各位叔叔伯伯的厚爱。来，我再敬各位一杯。来，唐总，我们这期杂志的主题是敢爱宣言，所以呢，需要帮韩星子小姐做几款狂野不羁的造型。您看，没问题吧？实在抱歉，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和韩星子小姐公众形象不太相符。您看，有点意思。韩小姐同意了。唐总，韩小姐待会儿拍完封面大片以后，能够配合我们杂志社拍一些关于花絮类的一个直播访谈吗？是这样的，她最近呢档期也比较满，如果采访的话，不错。谢谢韩小姐。唐总，韩小姐拍摄杂志封面的服装，配饰是由我们品牌赞助，正好我们推出一款春季的新品，希望她能顺便帮忙拍一下。星子啊，星子，配合，可以的啊。入行这么多年，韩星子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容易合作的明星了。对，现在艺德还是蛮重要的。对，唐总，那个韩小姐她能否接受一些比较妩媚、性感的这样的拍摄风格呢？低俗。这样，不是说你们，是这样，我刚给她接了一部戏，在这儿溜台词呢。那这样吧，一会儿我们再单聊，咱们提出的要求呢，我觉得问题也不太大啊。星子，结束了，你去休息吧。结束了，这么快？11度，11度。
么点度数根本灌不醉他呀。对了，哼，关键时刻还得来摆的。星子呼叫俊泰，星子呼叫俊泰，收到，请回答。Over。那是，你不用再说了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你 VR 电影，我现在依然支持我的看法。我今天已经跟超能的高管们会过面了，他们也同意再次召开董事会。但你亲哥哥是最大的阻碍，他并不想帮你。超能不是李明哲他一个人的，董事会也是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。怎么不秒回呢？都说喜欢人的程度和回微信的速度应该成正比才对，这一定是信号的问题。难道是我的问题吗？俊泰啊，你现在可以到我家找我一下吗？好吗？这样总行了吧？俊泰哥，这太黑了，我可害怕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俊泰哥哥，这里超黑耶，我好害怕呀！你快，哎呀，太恶心了。李俊泰，看见我微信没有啊？你再不回我微信，我就要去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李俊泰，10分钟再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就杀了你！好吧，我顶多再给你1天时间。Last day. Thank you. That's enough. 什么情况？不会是被盗号了吧？俊泰哥，这太黑了，我可害怕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听声音是他没错啊。约吗？马上到。什么鬼啊！发那么多都不回，就约吗？回了。哎，男人果然都一样。阿姨啊，我找星子来了。星子不在家。哎，不是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星子让我来的，阿姨。
阿姨，怎么了？啊？星子还没回来呢。是啊，哎，都快10点了呀。哎，你说星子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事，阿姨，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就去找她。华浩啊，这之前你在颁奖典礼呀求婚的那个视频，我已经看到了。阿姨，你提这个干嘛呀？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啊，你并没有失败啊。我们星子也不是拒绝你，这表示你还有机会。阿姨呢，永远站在你这边的啊。想当初你不知道我拒绝星子他爸多少次呢？到最后，你看，我还不是嫁给他了呀？明白了吧？啊？我不是很明白。烈女怕缠郎，你又没有失败，失败过算什么？对不对？趁虚而入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哎呦，放心，听阿姨的话，准没错啊。就这样了啊。真是便宜了李俊泰那小子。哎，这个好玩啊！要是我能看到裙子底下就更好玩了。瞧你这猥琐样，谁让你来了？阿姨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照看星子。你把星子怎么了？什么我把她怎么了？我一来的时候她就睡这儿了。我是那么猥琐的人吗？什么鬼？我就在这儿看着。给我走！哎，你听见？滚！天哪！我还能梦见这个？看来我酒还没醒。进来。那个，俊泰好像私底下见过钱志成跟刘大江这几位老股东。他们说什么？据说是明天的董事会上，他们想旧事重提。
哎，俊泰这么做，他是想借钱志成的手，逼你同意 VR 电影的方案。想逼宫。内森先生，我非常敬重你的为人，也非常看重我们两个之间的合作，但是这一次，你让我非常失望。我不明白。李俊泰以你们威尔斯集团员工的身份，他私下里接见我们公司的股东，而且他们密谋，想要逼迫我通过这个项目。我现在强烈怀疑，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授意之下进行，商业间谍行径。明哲，以前你总觉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懂时下最新的潮流，我们私底下呢也看了看最新的咨询。现在，VR 技术是业界最流行的技术，最吃性的领域。这次我们总算是跟上你的步伐了吧？哎，是啊是啊。根据最新的数据表明，2016年开始，光开年的2个月 ，VR 和 AR 领域就获得了11亿美元的投资，而且他们还推测呢，今年 VR 市场规模的增速将高达270%啊！是啊，各位，我也准备了一些资料给大家看一看。的确，今年是公认的中国 VR 元年，上半年一批 VR 创业公司就完成了天使轮、Pre-A 轮、A 轮及 A 加轮的融资，但是在这些融资当中，硬件开发商的融资占整个行业的51.9%。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说明了内容创业的黄金窗口期至少要2年之后才能到来。据我所知啊，现在的电视台、旅行社还有电商等传媒机构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布局 VR 领域。超能集团如果这时候晚人一步，说不定就会丧失先机呀。确实，它的融资规模是有提升，但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：市场过热的背后，其实隐藏了 VR 行业过早泡沫化的风险。现在的 VR 技术勉强只能达到民用的水平，想要真正在影视剧创作当中用到 VR 的创业技术，任重而道远。和威尔斯集团合作，联合开发 VR 电影，我们的集团就会在行业上占有优势，而且还会降低风险，利润前景也非常可观的。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，刘军，大家不妨看一看。据估计，到2020年，全球 VR 设备货量将达到820万台，用户数量将超过2500万人。而我国的电视机家庭用户在2015年就达到了4.23亿户。截至2016年，全国互联网电视存量已经突破了1.5亿台，而院线银幕的数量也很快就突破了4万块大关。请问诸位，我们为什么要舍掉现在已经成熟的市场，去等待 VR 技术和设备的普及？进步总是要有牺牲的嘛。请各位不要忘了，我们超能集团是个娱乐公司，而不是一个 VR 技术的科研中心。各位叔叔伯伯体谅俊泰的心情，我能理解，但是这份倡议在我这是通过不了的。明啊，我们找俊泰啊，其实呢也是为了俊泰不回来，你们什么也不说；俊泰一露面，你们就把这份东西放在我的面前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不管你们是真心关心俊泰，还是反对我这个董事长，我请大家不要忘了，我们的职责是让我们的超能集团能够平稳的过渡下去。各位私下里去接触俊泰的事情，我希望不要再发生了。内森先生，我非常敬重你的为人，也非常看重我们两个之间的合作，但是这一次，
你让我非常失望。我不明白。李君泰以你们威尔斯集团员工的身份，他私下里接见我们公司的股东，而且他们密谋，想要逼迫我通过这个项目。我现在强烈怀疑，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授意之下进行，商业间谍行径。不可能的，李明哲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。这一切我一无所知。但是这一切已经发生了，所以我现在要终止我们之间的合作，而且我要保留我法律追究的权利。OK， 不要太冲动了。你们兄弟的事我知道。I can fire Li Juntai. I can fire him. If this will solve the problem, it's done. 好，我希望你立即执行。合作愉快。今天你哥可是有备而来呀，在大会上堵得我们是哑口无言的。没关系啊，千叔。也许在美国还会有别的公司想跟我们合作。你打算回美国吗？是啊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哥对我的成见那么深，我留在国内对大家都不好。君泰，你爷爷去世以后，你哥哥的行为是越来越偏激了。他以前还能听见我们的意见，可现在，哎，千叔，我哥坐上这个位置也确实不容易。他怎么对我们这些老家伙倒还在其次，只是我看到你们兄弟俩现在闹成这样，我怕你爷爷在九泉之下也会痛心呐。千叔，您放心吧，我跟我哥的误会啊，早晚会解除。你哥的有些做法，虽然有时候我不太赞同，但他对 VR 技术和行业的判断还是有几分道理的。你真的打算一头扎进去吗？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千叔。VR 电影现在确实是不太成熟，而且我们制作出来的短片也确实有很多技术上的难题。但是要想在一个项目里面把所有的难题都攻克，那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每一次失败中吸取新的经验，然后找出新的机会和可能性。你这种做法是好的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跟钱叔说一声，钱叔一定会帮你。多谢钱叔。接个电话，钱叔。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今天就要走？请进。内森，你为什么不通知我走？你来得讲哈。这是你的遣散费，一共3个月薪水，请把你工作奖交给我。Listen, I don't understand. What do you mean? 李俊泰先生，我代表威尔斯集团正式通知你 ，You're fired. What? Why? 运动会产生多巴胺、血清素、内啡肽等物质。运动30分钟以上会有恋爱的感觉，剧烈运动效果显著。多巴胺，恋爱的感觉。真的吗？明天去跑步散心，约吗？约。
你干嘛呢？我得防晒啊！太阳这么大，我不能晒伤了我。有病啊你！哎，好了，听我说啊，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征服山顶。听我口令，预备！哎，俊泰，等等我！干嘛呀你？我脚受伤了，我。懒驴上磨屎尿多，你放开！走了。李俊泰先生，我代表威尔斯集团正式通知你 ，You're fired。俊泰，你等会儿我。不行，我跑不动了，我岔气儿了。上来吧。怎么了？前面离山顶不远了，我背你。那怎么好意思呀？哎，别，我就假装客气一下。不行了！我实在跑不动了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太累了。我而且脚还有伤，我脚太疼了，我跑不动了。你看看你，星子和俊泰哥都找不见人了，你说你能比得过谁呀？不是，我真的脚很疼，我比得过雕像我。哎呀，我真的脚太疼了。哎，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止疼的就行啊？啊，你带钱了吗？啊？怎么了？这可不是一般的止痛药，低过敏、高透气，止痛一流。你这么好的宝贝，你赶紧拿给我呀！真是的。哼，记得给钱哦。啊。不过这个贴上了，还是不能马上治好啊。待会儿如果还要跑的话，那个你就背我吧。谢谢。我不回美国了。真的吗？你没有在骗我吧？我被威尔斯集团解雇了。解雇了好，解雇了好。祖国人民欢迎你啊！哎，不对，你不回美国，是因为回不去啊，还是因为我才留下来的？我虽然受阻回不了美国，但是我真的很开心可以留下来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陪在你身边了。星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美国的时候，真的特别的想你，但是我也特别后悔，在你最重要的时刻，我不能陪着你。最大的遗憾，我不希望再发生。让我勇敢面对这命运的安排，所有的阻碍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明白，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才懂得真爱。
那你们巴诺咖啡这个广告，我们星子接了。嗯，好，谢谢，合作愉快。唉，我还真没看错这姑娘。重死了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哎，你给我下去吧你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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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呦呦，我这屁股啊！你轻点儿啊你！哎呦呦！马建国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居然一个女孩背你！哼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说还不行吗？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陈亚萌，你终于承认我是男的了！你终于承认我是男的了！你这是我听到最好听的一句话！哎，我给你擦擦汗啊！哎呀，你拿开！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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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辛苦了！哎，从今天起，我的魔法释迦面膜随便你用，我的巴诺咖啡和养乐多随便喝。来，我给你按摩一下，辛苦了！你别碰我！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们看看，这几个月你们都做了些什么？喝酒泡吧，和记者发生口角，甚至有人在现场拍摄的时候耍大牌。你们是不是以为做演员，有些污点就可以靠公关来洗掉？嗯？公司最不检点的人，明明就是何静文和郝好吧？真是醉了。说什么呢？安静点儿！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有些污点是一辈子也洗不掉的。如果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，我绝不姑息。亚萌，干什么呢？好好听着。陈亚萌，你最好把你的嘴巴闭紧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会让你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的。我才没那么八卦呢，最好像你说的这样。这么说，你打算留在国内创业了？嗯，我打算开个 VR 工作室。那我也加入。你知道吗？在外国人的公司干太憋屈了。你走了以后，内森的权力更大，简直就成了一个暴君，大家都没有热情了。现在第一笔资金还没有落实，现在谈这些还为时过早。我不管，我要跳槽，我想回国。哎，俊泰，要不我入股吧？大家一起联合创业怎么样？就你那点钱，杯水车薪，别捣乱。等我以后有了眉目之后，随时欢迎你加入。我来了。石大龙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嗯，带什么好吃的了？都是。哎呀，你这个房间收拾的挺干净的嘛，东西都摆回原处了。哎，先喝个养乐多吧。这儿还有你爱吃的，都是肉，然后还有你自己拿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嗯，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找了好久呢。你扔了，这是我的了。我没扔呢，我找不到了。你还狡辩是不是？你当初选择从这儿搬走，不就是为了忘记我？你知不知道我在哪找到的？鞋盒里。那不是我干的，那我妈干的。啊！切！哎呦，要死哦！
哪个缺德鬼啊？诅咒我是吧？哎，这么晚了，星子还没回家。哎呀，这丫头真的太辛苦了。我不管，哎，你还给我！我已经把钱还给你了，你要它干嘛？我就想留着它。你给我，你松手！你不给是吧？我咬你了。那这样，我重新再借给你不就行？你那是高利贷，我可不敢借。你不是要弄那个工作室，不是需要钱吗？我可以先借给你啊，帮你救救急。我现在有钱，没关系。你想包养我？从你一进我们家门起，我不就开始包养你了吗？我可是按月付房租的，好不好？吃的喝的，就那个，喝那么多，你真白眼狼啊？怎么？怎么了？头痛啊？不是吗？我睡了2小时，参加发布会，发布会完了还得回去拍戏，我一天到晚累着呢。行吧，韩星子小姐，来，我给你按摩，用来抵债，行了吧？是这样吗？这样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么晚不回去，阿姨不着急啊？她没给你打电话？没关系，你再按10块钱的吧。行吧，我一会儿给你按完，开车给你送回去。舒服吗？哎，快看，韩星子发微博了。这什么呀？太漂亮了吧！哎，快看快看，韩星子发微博了耶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好看！哎呀，会不会太直接了？什么太直接啦？妈，你吓死我了！大清早的抽什么风啊？赶紧吃早餐。嗯。这么快就恢复了？韩星子，你要是恋爱了，我就吃键盘跪榴莲。星子姐，你欠我们一个解释。韩星子恋爱了吗？一定是地址信。这么事儿了？这是在推销吗？哪能批发啊？来，拿过来。啊？拿过来啊！什么呀？手机啊，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手机由我全权负责，没收了，拿过来。凯文哥，你这太没人性了。我没人性什么？谁在微博里写的？把地址给我，我给你寄榴莲去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就相当于承认你谈恋爱了？这就算了？那我是不是连发布会那流程都省了？星子，你要知道，你现在随随便便发一条微博，随随便便回复一条信息，你和荷花号的荧幕 CP 要掉多少粉丝，你知道吗？这有什么
关系吗？好。来看一下，韩星子疑似恋爱，娱乐版头版头条啊！韩星子，你想怎么样？那我跟何华浩早晚我们俩也得各自恋爱结婚吧？总不能这样一直 CP 下去啊！你现在怎么还是没搞清楚？以后的事我们以后再说，行吗？微博现在是舆论重地，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所有的微博不许你自己发，想发微博必须经过我同意，听到没有？好，知道了，别生气了。看一下，女娲补天，中美合作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呀，喜欢你就用点心。我跟你说呀，现在你有一部口碑好的作品，比什么炒作都强。加油，知道吗？一定，不辱使命。得了，签合同吧。怎么了？很介意跟超能合作吗？一个破项链嘚瑟什么呀？真好看。用我的微博小号秀恩爱，死人。哎呦！行了行了，别弄了。哥，你看这网友是不是特别无聊啊？说什么你求婚被拒绝了，他们都不知道实情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真是的！我打死你！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哎，这上面还有人说呢，说什么？哎呀，他静雯姐了。姐，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哦。姐，有事说。女娲补天电影版女一号定了。谁？是海星子。你确定吗？我刚才在楼上跟盛世娱乐的人聊了两句，他们说海星子的合同都签了。姐，这个片子是中美合资的，所有的主创班底都是国际大卡司，这海星子要是演了，就一飞冲天了。有我在，他演不了。啊？马上给我联系记者。都说啊，儿行千里母担忧。星子啊，我总觉得这当初送你去美国的时候啊，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。没想到一转眼你已经成为大明星了。妈，等我拍完现在这部戏啊，我带你去美国走红毯。走红毯呢？你口气还真不小啊！我说真的呢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拍这个戏，女娲补天，大 IP， 剧本好，人设那没得说，关键是造型团队呀、班底呀、特效，你知道吗？特效跟好莱坞合作一块弄的特效，绝了！哎，你呀、太心浮气躁了，哪有一点像那种演女娲的样子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一定啊要戒躁戒骄，这千万不能因为小小的成就就骄傲自大的，这样会栽跟头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妈，我会好好认真研读剧本的。我不就是跟你这块吹吹牛吗？
对，您记不记得以前我爸给我讲欧若拉的故事？你不觉得女娲娘娘有点像中国的欧若拉吗？听你这么说啊，还真是有点像。哎呀，你不要提你爸呀，一说到你爸，妈就难过。哎呀，说真的妈，以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忙，那我没时间陪您的话，您就不考虑再找个人共度后半生吗？哎呀，瞎说什么！你妈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临了，再弄个晚节不保了。什么呀？什么年代还晚节不保？哎，再说了，那美容师不还说了吗？咱俩像一对姐妹花。哎呀，那是忽悠你，让你花钱的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赚钱啊不容易，你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你可要好好的省钱，多存一点钱，别像你妈我当初这个样子，花钱啊大手大脚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啊，存折、银行卡，通通归您保管。好，OK。那待会儿洗完头，我陪您去医院拿药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女儿终于有时间陪我了。何小姐，您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您复出之后的第一部片子是什么吗？女娲补天啊！您再次复出，您的先生会反对吗？当然不反对，我作为妻子要全方位的支持我丈夫的事业啊。那何小姐，您能方便透露一下新片子的计划吗？这是我们公司投资的第一部魔幻大片，我对未来的票房很有信心。据悉，女星韩星子小姐传出也会出演该片，您是指韩星子是有炒作的嫌疑吗？肯定是误传啊！我们公司艺人那么多，怎么会用一个外边的呢？何小文，你太过分了！过分吗？我只不过是支持你的事业啊。你别以为我在没有正式公布女一号之前，你对外发布消息，我就会妥协。我告诉你，合约我已经签了，女一号是韩星子。这个可以毁约啊！论演技、论人气、论票房保证，我都比她合适。有我出演，你只不过做了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再说了，韩星子那点违约金只不过是一个零头而已。你想利用我打压韩星子？我告诉你，别妄想。这怎么还妄想呢？哎，那你打算怎么跟媒体说？说你老婆撒谎吗？还是脑残的记错了片名？这很简单，我的公关团队都可以解决。我真的就纳闷了，公司那么多艺人你不用，偏偏把这么好的项目推给韩星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韩星子现在也是一线艺人，我用她有任何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反正媒体那边新闻我都已经发了，你自己算算这笔账，是超能集团董事长夫妇感情不和好呢，还是韩星子解约好？你好好衡量一下。对了，剧本记得发我邮箱。这条项链肯定是华浩哥送的。华浩哥，这条项链在哪儿买的？华浩哥，我出7万，帮我弄一个吧。我出10万。什么情况啊？明明是我送的项链，怎么全是何华浩啊？这不是我们两个电影演情侣吗？大家以为我们在一起了。赶紧发个微博，说你跟何华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能发，我们是荧幕 CP， 公司不让的。发不发？真不能发，本来没什么事儿，你发了就好像是在澄清什么一样，不好，不发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吃醋了是不是？我帮你发。哎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真不行！哎，等一下，这评论里的什么1万、3万、10万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是那个粉丝想买我的同款，在竞价呢。
星子，我想到怎么筹到第一笔款了。啊？众筹。哎，你脑子还挺灵光的呀！可以，这样我粉丝多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妈打电话了。韩星子，你干嘛呢？公司说你很早就收工了，你怎么到现在都不回家？干什么？上天啊？怪不得呢。我说啊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孝顺，送我去做什么美容 SPA？ 我告诉你啊，10点以前你马上给我回家，要不然啊，你妈我到时候神经病犯了，有你好受的。啊，挂了。你妈催你回家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啊，不用，你再帮我编一个能拖时间的理由就行了。是你啊，是你带坏我们家星子。不，阿姨，不是我。那个星子啊，赶紧回家吧，我怕你妈精神病发作，把我们俩都生吞活剥了啊！不是，我们还没有聊众筹的事儿啊。哎呀，众筹我一会儿自己弄就好了啊。解约我不同意。星子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以大局为重。他们什么意思呀？超星之前雪藏我还不够是吧？都跟我签了女娲补天电影版的合同，现在说毁约就毁约，说不让我演就不让我演，耍我呢？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但是你知道超能在圈内的根基太深了，咱们胳膊拧不过人家大腿啊。你这样吧，我再帮你安排别的工作好不好？哎呀，发现我还是错了。我一直以为糖果跟超能不同，你跟田星那帮人也不一样。我相信你们是会为艺人出头的。可是现在，凯文哥，我真的很失望。这是超能单方面毁约，你让我私了，那我签到糖果跟留在超能有什么区别啊？这样吧，我实话跟你实说吧，咱们有各自的立场，这个事儿我真的做不了主，我得通过大老板。大老板不是你吗？不是。好，那你帮我联系大老板，我要见他。什么事儿？本来我以为只要我努力，我就可以改变被别人控制的局面，结果呢，到头来我还是个虾米，被别人一撵就给碾死。你最好把你的嘴巴闭紧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会让你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的。我才没那么八卦呢。最好像你说的这样。干嘛啊？他想什么呢？水都漫出来了。我就是刚才看你吃的太好吃了，所以我就愣了个神儿。果然是个吃货。哎，不过亚萌，不过我该怎么办啊？要我说呀，还是在这个圈子里，按照我们之前说的，要么狠，要么忍。
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看咱俩也别聊了。面对这么好吃的美味，我们还是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嗯，干杯。开文哥，大老板为什么不在公司见面？公司人太多了，老板怕出什么纰漏。能出什么纰漏？一会儿这样，我唱白脸，你唱红脸，咱俩男女混合双打。一会儿再说吧。老板，星子来了。星子，好久不见，咖啡已经给你点好。明哲哥，星子，你是丁彤老师生前最看好的学生，当然也是我跟凯文最看好的学员。其实你在超新经济一直受到何静文的打压，我心底非常的遗憾，所以我觉得你到我们公司里来，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。这么说，明哲哥你才是我真正的老板。